正段消息来看，这个郭台铭要选总统，但是韩国瑜的民调无较假是颠倒讲。早起来走市场的韩国瑜无回应这个问题。另外，针对高雄连三港这个街头大乱斗，这个韩国瑜嘛是打笑无来回应。 高雄市长韩国瑜会早来到机场，为了做林抗软化，甲工作人员做伙种树啊。不过这2天，高雄街路连续发生开枪光点，也阁惊动警政署长、派刑事局长罗南指挥。 街头大乱斗，市长会跟刑事局长。对于这个代志，韩国瑜就笑笑，想要化解研究高雄现况。妨害创办人郭台铭宣布放弃2020总统大选了后，韩国瑜本来也阁想要积极安排拜访会面，不过即卖也阁媒体民调调查，伊的人气是一路下降，是不是影响大选？ 市长警政署说高雄人无法安居乐业，会不会觉得是在酸您呢？小心哦，小心。下早行程无愿意搁再加讲，幕僚表示讲下晡才阁统一回答。看来高雄提案要安怎整治，市长韩国瑜嘛一时之间好亲像无搁较好的对策。